台南市长黄伟綽请到台南4败卫视群，伫柜台头前替民众介绍，这间店非常特别，开伫爱国妇人会馆内面，为美食、工艺、礼盒等品项，拢跟台南4败有关。买了那个旅行的颈枕、芒果干，还有一些吊饰，里面东西各式各样，然后一堆纪念品可以买。我可能会买里面的乖乖吧。台南4败限定店是企业、文创产业以及地方的创新成果，会当互人感受到斗阵台南世界交杯的热情。文化局今下季推出消费满页，会当得到台南4败吉祥物。为了迎接台南4败，那很多的民众，或者是商家，或者是商圈，或是文创纪念品，其实我们都努力来推出来。总共现在有50家店家来参与，提供了175项的品项。那其实这些都是让人家非常爱不释手，非常喜欢的一个文创品。除了台南4败周边商品，民众买当使用文化币，购买文化局高捷区的门票，欢迎全国民众来到台南做旅游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